伫水上跳伞确实无简单，讲到耍水爱注意安全。虽然讲即摆是秋天，抑过天气依然真热，有真侪人爱耍水。前国策顾问霍明义伫面册就写讲，近日有朋友去小琉球的威尼斯海堡去尝水味，咸啊好，真强的流水就咧输去，后来到了一块大石才脱险。记者就深入了解伊所讲的海堡，即个当地唱水教练就讲，即个海域真危险，耍水的游客一定要注意。 袂少人到海边啊耍水，阁有一群人准备去潜味。真侪游客来到小琉球，就是要耍水。不过花间盐人真侪，所以选择来食。小琉球甲板湾红河做威尼斯沙堡，美丽海岸线一大片沙堡边有游客咧翕相，嘛有人咧耍水。只是这个梦幻海域是一个温馨杀手。那边会有所谓的离岸流啊，你看它的海流会比较强。遐老行危险啦，老行为什么呢？ 啊，遐一年4季老嘛正行。在地潜味教练公认，甲板湾是危险海域，而且要去沙堡进前的楼梯边啊，毛大警告标示，顶悬写有离岸流，禁止游泳。不过也是有游客要落水。这边玩就没有教练带就对了。但我也算是有经验。 前国策顾问霍明义伫面册发文章分享，日前有朋友去小琉球的威尼斯沙堡潜味，险咪互强大海流吸走。 后来打到一个大岩才逃出来，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加设告示牌啊，民众嘛会当发围较单啊，予游客，莫互美丽海域变作恐怖之源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